Hello， 我休閒小生又煮飯啦，各位開工未呢？今晚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蒸嘅餸菜，因為早前有位年長嘅網友留言俾我話，好中意我煲嘅湯，覺得我啲湯好啱佢飲，但係炒餸呢，佢就冇本事啦。咁我諗下，我除咗推介唔同嘅美食俾大家之外，更重要嘅就係能夠透過我分享嘅菜式，帶俾大家生活上多一點嘅開心同埋多一分嘅甜。所以我今晚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得嚟又好味嘅梅菜蒸鯇魚。如果大家想知道點樣簡單又好味嘅話呢，我今晚嘅視頻就有詳細嘅講解㗎啦，希望大家鍾意啦。喺我分享之前，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仲有撳埋個鐘仔，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一般淡水魚呢會比鹹水魚為之腥嘅，所以我哋喺處理過程裏邊一定要將所有嘅血塊同埋特別裏邊黑色嗰陣衣徹底清除咗佢，因為呢啲就係腥味嘅來源嚟。如果我哋呢個步驟做得好嘅話呢，嚿魚蒸出嚟啊係好正噶。大致上就係咁啦，俾大家參考下。然後將啲水分完全吸乾，再撲上1/4茶匙嘅胡椒粉，令到嚿魚嘅味道更加豐富。再撲上1/2茶匙嘅生粉，咁啊搽勻嚿魚佢，令到個肉質更加嫩滑。咁嚿魚就處理好噶啦。處理埋啲料頭，將啲薑切成薑絲，切幼啲梅菜嘅啦，同埋將啲蔥切成蔥粒，就可以開始調校個蒸魚醬汁嘅啦。呢一個嘅蒸魚醬汁呢，就係我平時蒸鯇魚用開嘅，我就好中意啦。睇下啱唔啱大家嘅口味啦。先落2茶匙嘅生抽，半茶匙嘅老抽，1茶匙嘅紹興酒，1/2茶匙嘅雞粉，1/4茶匙嘅麻油，同埋1湯匙嘅蒜蓉油，再將早前預備好嘅梅菜絲鋪上嚿鯇魚上面啦。仲有啲薑絲啦，咁就可以準備蒸魚嘅啦。呢嚿魚呢就唔係好大嚿嘅啫，大概350個 gram， 一人份量。我今晚一個人食飯啫，我會用大火蒸佢7分鐘。咁蒸好之後，我哋返嚟再傾過。我今日呢一個嘅梅菜蒸鯇魚又搞掂啦！呢個餸菜簡單方便又好味，唔單止適合返工一族，就算係一個電飯煲走天涯嘅網友更加適合。你只需要將條鯇魚同啲飯齊水蒸都冇問題，一樣咁好味。如果大家想知道詳細嘅食材分量，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㗎喇。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多謝大家嘅支持，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